做探究功课，不就是为了放下对念头的执着吗？那为什么不能有想帮对方放下念头的动机呢？我的体验是，做探究功课不是为了放下念头，而是去看清，相信这个念头会发生什么，不相信它又会如何。当真相被看见时，不是我放过念头，而是念头放过了我。当我有想让你看清楚的动机，我就把自己放在比你高的位置，这种不平等会引发阻抗。若我有我要帮你的念头，成功了，我会依赖你的依赖，助长小我；失败了，我会攻击自己，怨恨对方。所以我的练习是，我可以用想帮助他人的心靠近，但在探究功课开始时，放下动机，只留下陪伴与聆听。